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4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斗阵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华航阁有一个机师，因为要和印尼籍机师接触，转确诊。也那台湾是出现第12例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代替405次泰鲁国号列车早起驶经过宜兰武塔站，弄到违规时间的工人，代替罚厂商30万。囡仔上柔道口刷传出，互教练学长杀20多个，闹死。即马检调单位已经向法院申请要甲这个教练惩压。新闻一开始，咱先来讲前一阵仔华航印尼籍的货机机师伫咧澳洲患着新冠肺炎。即马咱的疫情指挥中心针对所有捌和这位机师接触过的人扩大采检，结果发现有一个机师也确诊啊。感染源即马抑阁爱进一步了解。华航这一礼拜内已经有5位机师去验着，也那台湾即马是阁传出有一个死亡的病例，是一位70多岁对菲律宾回来的台湾人。国内新冠肺炎，搁再增加一个死亡案例1094是本国籍70多岁男性，长期住伫菲律宾，今年4月7日回来台湾，有一份机进前3天内阴性报告，入境了后到检疫旅馆进行检疫，19因心情无好，无为靠这症状，由卫生局安排就医，当时无发烧，也有呼吸道症状，所以讲无采检，就登去旅馆。无想到2天了后，个案早顿无来领，照旅馆的人员发现已经无心跳，经过法医采检了才确诊。而这也正做国内第12例死亡的个案，也是头一个伫检疫旅馆形容死亡了后验出确诊的个案。可能是当天因为也没有看到有这个呼吸道的一个问题，也没有发烧，那也没有看出他还有后续的一个医疗的需求，所以后来就没有采检。另外，华航阁新增加一名客机的机师去验着，案例1092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是进前伫澳洲确诊，印尼籍客机机师的接触者，也是华航客机的机师。个案在4月7到16，捌直群到纽西兰甲荷兰，因为出群的需求，2摆采检拢是阴性。返来台湾了后，检疫期间采检也是阴性。离直群迄天来回日本，迄天下晡回所采检才阳性确诊。看起来是跟这个澳洲的检验阳性的个案是应该是没有关系啊。他去执勤到纽西兰、荷兰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一个受到感染？当然这还是需要再做调查。指挥中心解释，案例1092是迄天来回日本，依照潜伏期2天到14天来研判，个案在日本感染可能性无悬，感染源也有待调查。而案例1094死亡了后才确诊，证明上讲采检无限定的条件，拢是交由医师来评估，未来国家专家讨论一个真正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原来伫咧台湾有2个捌和这位印尼籍机师接触过的人，即摆也确诊啊。因为因捌去过台北的清真寺，医生就烦恼讲，这种清真寺这种的宗教场所，常常有袂少东南亚移工出入。准若无细腻，甲病毒早转去厝的，这病毒恐惊就会伫咧社区摊互开。未来2礼拜会是防疫的关键期。透早桃园大园清真寺大门关起来，暂停2礼拜内所有活动，都惊人济聚集。早出晚归也上次比较不会遇到人了，是还好啦。所以我们这边是比较不会怕的。因为华航印尼籍货机机师进前伫澳洲确诊新冠肺炎，伫台湾的2名接触者也检票，包含机师10多岁后生，甲印尼籍的同事机师，3人也捌斗阵去过台北清真寺活动。有医师表示，清真寺无徛遐济，而遐宗教活动常常食物件、唱歌、念经才行为。加上东南亚移工有的是伫社区家庭做教学工作，无扩大采检，恐惊正做社区防疫抗衡。特定的时间，它是透过一些，譬如说额头、嘴巴或鼻子的一个接触，来表达一个前进之意。所以我们不太确定这些的一个仪式之后的一个消毒，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这些病毒的飞沫。这些移工呢，他不会去看报纸、看媒体，但是他们的雇主事实上是会看报纸、看媒体的，应该由雇主去转告这些移工呢。
当时候他们有没有在那个时间点去到那个清真寺？医师强调，这摆疫情是不是扩大，未来2礼拜是防疫关键。同时也呼吁医工的本国籍雇主应该赶紧调查医工是不是有去确诊病例卡车，各建议指挥中心应该针对航空机组员、外籍医工甲船员者高风险养疫族群，定期采检血清抗体，主动找出隐形传播链，这样将病毒阻隔伫境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华航去为着新冠肺炎的5位技师，拢无注公费一表，这也互外界质疑讲，华航伫咧注射的速度敢会伤过头慢。累积到今，中央航空是有235个人住过啊，毋过华航简单44个人住尔。华航企业工会就讲，毋是员工无爱住，是因烦恼住了后，准若人无爽快，有不良的反应，会影响到排班甲请假。这部分政府即阵也无配套措施。国内新冠疫苗开始自目前，公费注疫苗资格放宽到第6类，也毋过第3顺位注射对象的技师，却连续爆出着病1礼拜内就有5名华航货机技师确诊，而且拢无注疫苗，这才互外界发现，原来高接触风险的机组人员注射比例无悬，其中华航累积到今只有44位技师注疫苗，互外界批评速度上慢，防疫受苦累受。他们就在无限轮回的在飞，好，所以他们打疫苗的速度不能那么快。还有就是打了疫苗，它反应之后，它的排班怎么办？我们工会的调查是，大家配合度都很高。华航企业工会理事长刘惠忠指出，并不是员工排斥，是大多数烦恼做了后引起不良反应，影响排班请假，发生副作用，也无保障。质疑政府无后续配套。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统计，对比2大国际航空技师注疫苗数，比较华航的44人，中央航空已经有235人注疫苗。针对指挥中心质疑，华航表示将申请合作病院扩大机组员注疫苗。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排班的问题啊，那再来就是当然是接种医院的一个配合问题啊，所以其实只要这个接种医院的这个配合上没有问题啊，那就是请华航这边就赶快把这个接种的一个 schedule 就是尽量把它排好了。另外，对有技术反应注疫苗有约时间安排困难，中人上讲，无论是中营还是星宇航空，拢无这个问题，无清楚为安怎真歹安排。因为航空公司有合作病院，只要讲有好势，都无名额上限。虽然华航强调会伫5月大量注疫苗，也毋过要安怎加速注射速度，搁兼顾员工忧虑，真受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今日早起台铁405处泰鲁高速列车驶过宜兰武塔站的时阵，去弄到一个工人。这个工人伫咧毋是时间的时间去到月台，甲煞直接下过铁轨路捡物件。台铁表示会罚这个厂商30万。不过台铁产业工会就强调，厂商偷偷入去施工，台铁也有监督的责任，袂使甲责任撒互理一理，建立风险预防的机制，这是台铁眼前爱做的代志。穿着施工的假的工人走过铁轨路，拄走到对面的月台边，佮赶紧走转来，看起来是真风光。无想到这时阵，一台泰鲁高速列车向对后壁开真紧，开入站，赶紧动起来也是弄着。这工人当场冰棍仔忍，听甲是倒伫涂骹爬袂起来。救护人员来到现场，赶紧甲人送往宜兰罗东的博爱病院救治。伤者正下受伤，身躯真侪痛痛，加在无性命危险。台铁表示，意外是发生在24早起8点外。包厢虽然申请临时入站来到宜兰武塔站施工，也过标准的流程最后阶段，包含了望员就定位、危害告知这事项也未完成。工班明明也未使入场来开工，却是家己入站进行月台的贴管的工程，更加为了捡物件违规行路铁轨路。进度这个部分可能略有延迟的哦，但是赶工它还是一定要依定的程序来申请核准以后才能够去做。而台铁对厂商重罚30万，另外全部相关的工程作业全面停工，但完成准备才复工。只不过进行包厢工程作业无够谨慎，造成台铁泰鲁高速事故重大伤亡。事发到至今无够1个月，宜兰武塔站阁传出事故，呼吁台铁应该做好防盗机制。台铁是不是应该要针对就是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不是只有去谈说我们都已经做到该做的事情，或是口头劝告。如果真的都已经做到的话，那是不是要增加中间检核的机制，来让未来这个事故发生的几率大大降低？
台湾铁路产业工会强调，动发不应解决问题，因为毋若厂商有疏漏，代替也无应该推卸责任，互厂商用偷时间。对着违规的厂商，更加应该直接列出黑名单，同时也应该建立一套风险预防的机制，增加检核机制，才可避免事故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嘉义咱唯一一间翠暗国家队的成员交会实业公司破机厂的厂房，伫咧今日的中昼熊熊导火，规大片的厂房烧灭3点钟，规个烧了了，加载无人伤亡。即马这导火的原因还阁爱调查。大火伴随大量乌烟为铁厝厂房冲出来，真大的厂房陷入火海。为伫家己破主的翠暗国家队成员交会事业其中一间旧厂房离世中昼发生火警，火一烧无法度收煞，消防局协助出动大批人力灌救。燃烧面积约6000平方公尺，现在水是充足的，但是因为厂区非常的大，安全全面燃烧，所以说我们抑制火势全面这个控制当中。因为旧厂房主要是放纺织甲半成品后代、掺护库顶较好烧起来物件，火真紧摊开，好甲在厂区加班人员真紧就脱离，无人伤亡。国家队翠暗是伫新厂房制造，所以无影响到翠暗的生产。迄个拢占车的物件较侪，我出来迄边伫咧倒，我唔知啥原因。阮的员工拢引出来，拢完全撤退。本身在加班的人不知道有灾，是外面的人说，您赶紧回去，就会打开窗户看，是从右后方那边开始燃烧，也就是停车棚。这场大火烧大约3点钟，冲出的乌烟几公里外就会当看到。嘉义县环保局人员也到场监测空气品质，因为大量乌烟吹向破主方向，环保局也公告通知民众挂翠暗减少外出。另外，导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有袂少国家拢陆续有风车甲疫情压落来不过即摆还阁有一寡国家因为有风车量无够，转造成疫情直拖。毋但印度的疫情严重，哥伦比亚即摆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阿根廷即摆也因为确诊的人数伤过济，医护人员根本顾袂赴。受到疫苗分配无边境的影响，哥伦比亚疫情继续拖，即摆累计总死亡人数已经突破7万人。El día de hoy se han registrado 430 fallecidos por COVID-19. Es sin duda la cifra más alta que se ha registrado en la pandemia. También aclarando que hay algunas de estas muertes registradas que vienen de los días anteriores, pero sirva esta.为即礼拜开始，哥伦比亚恢复实施封锁甲隔离制度，被进入银行、店铺这些公共空间爱对照身份证号码限制，而且甲暗时宵禁的期限延长。根据当局统计，首都波哥大甲第2、第3大城市病院的加护病房使用率拢已经超过84%。专家表示，4月是疫情的关键期，接落来2礼拜有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疫情高峰期。同款病房病床无够用的到阿根廷，正在病院的病床使用率是超过90%，部分患者只会当伫病院的走廊接受治疗。Se habla que la variante Manaus está en circulación en la provincia de Buenos Aires en un 70-80%. Y eso podría tener que ver, y lo digo en forma condicional, porque podría tener que ver con el aumento de casos, con la gravedad de los casos, con la afectación de los jóvenes sobre todo, y con estos cuadros tan severos también que estamos viendo en personas adultos mayores. 因为变种病毒增加感染的速度，互阿根廷过去1礼拜强要逐工拢有500多人的死亡记录。当局嘛伫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的郊区设置野战病院，毋望缓解病院的压力。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来讲后日就是切诺比核灾满35周年的日子，核电厂4颗冷冻拢因为有辐射的记录，互人认定讲24000年来拢无适合搁再住人。不过即马这个所在煞真做野生动物的天堂，像自本特别绝种的蒙古野马，即马伫咧遮是脱生袂少。有长期来讲，已经伫野外绝迹的蒙古野马，族群却伫切诺比核电厂4颗卫禁区明显成长。1998年有30只蒙古野马放野放伫遮，取代当地已经被绝的原生种欧洲野马。研究人员指出，野放计划早已经停止，不过禁区内的蒙古野马20多年来已经成长到150只。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таких фактів, що загроза є від радіоактивного впливу на коня Пржевальського чи на інших тварин немає.35年前發生的切諾比核災是史上上嚴重的核電廠事故，估計至少有900萬人受輻射影響。電廠4號為30公里變成空城。烏克蘭政府捌指出，有可能當24000年都無適合人住。也毋過35年來，禁區的生物多樣性更加豐富。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АЭС –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амая крупная авария на гражданском ядерном объекте. Вот, по сво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это, из-за своего масштаба, это точно такое же большое ок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как для радиоэк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уникальное. Нигде в мире такого нет. Так и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Ну, такой парадокс. 留存伫切諾比禁區引起關注的，也有列寧的雕像。禁區所在烏克蘭2015年立法啟用山東化，程度相關紀念碑其中拆除1320座的列寧雕像。國內剩最後2座列寧雕像都伫核災區，主要是當地變成空城，無地方政府下令拆除，佮加上對一般人封鎖，無法度進入，互伊經過35年也採佇當地，方批評是極權主義的保留區。記者綜合報道。做伙來關心海草大的生存環境。有北面的媒體報道講，上近後禮拜，行政院就會宣布中油第3天然氣接收站等等的開發，會向外塞到離岸1公里的所在。不過，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表示，這案抑閣佇咧評估，也無定案。海草大公投發起人潘忠正是閣一再強調，簡單支持退出大潭海草大區的這個方案。世界第9日，總統蔡英文甲全團面對面溝通，講到海草大議題，希望因莫拒絕任何方案的可能性。但珍愛海草大公投領先人潘忠正表示失望，批評總統是局外人，傳出護方甲意見送到行政院，要伫後禮拜來宣布3隻外塞到離岸1公里的方案，但行政院表示是還未定案。這個時程如果已經有確定，會盡快對外公布。現在並沒有所謂規劃下禮拜來公布的情形，因為都還在評估中。對此，珍愛海草大公投領先人潘忠正重申，公投主文寫要退到5公里以外，基本上就是希望3隻甲工業港會退出大潭海草大，這點是無法度退讓的。我們和聯署人之間的關係，那種契約形式已經達成，所以這不是我或者是我們行動團隊可以自行改變的。這塊棲地呢，是應該要越完整的保留才越好。加3隻甲工業港外塞降低對海草大的衝擊方案，是由環境歷史詹順貴所提出。伊認為保護海草大迄一邊不應該像鐵板燒牆，任何替代方案都無愛討論。70萬聯署人聯署是希望藻礁能夠獲得保護，而不是呢透過公投來變數贏。拿70萬的名義去賭一個零和的遊戲，我想這個絕對不是當初聯署的人所期待的。對此，潘忠正認為，大家應該愛尊重法律甲主文的內容，這並不是想要耍零和遊戲，是要實現完整保護棲息地的理想，袂當凊彩來變更。這嘛是公投小組成員共同的決定。記者林平瑤做台北報道。文化是眼界，台語就愛常用常講，才通開花佮結籽。來看一個台語的舞劇團，因逐個月攏會辦一場古水的廣告。今這個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海洋生物的多元佮趣味性，就會對因的腳步來聽故事，熟悉海底世界。巴沙拉食金馬，金馬食羅勒。大人囡仔伫咧台大水月湖邊仔鋪野餐桌啊，對台語媽媽學海洋生物的台語名和食物鏈的知識。藏佇下隻後，變做一尾鰻。故事聽煞，大家變做一尾又過一尾的魚仔，軟過海底崩坑。進前囡仔細漢時陣攏無遮個資源，我就是四界找，其實嘛是真少，真罕你有台語的活動。學着足濟魚啊！像啥物？有沙魚、海洋，甲有落嚟。
逐个月一摆高水的广告活动，毋那大人囡仔感觉真新鲜。这个母鸡团体过来杀母鸡，也伫咧半当前创 podcast， 主题800款，6集平均有5000人次收听。为什么拢看袂到神？是安怎爬也会惊落啊？台语毋是一个干那会当讲做日常、做简单的物件，嘛会当甲囡仔来讨论一寡科学的物件，甚至是一寡最新的物件，也是知识的物件。为着拖母鸡的种，民间团体办活动，培训台语广告师的人力，也办讲座、做广播节目。在咧有限的文化部补助之下，众人做伙替母鸡尽一份力，也希望豆豆仔甲伊对咱的生活中捡到转来。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在中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在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再来，在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金门、平阳、马祖18度到27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